花莲新城办公厅写落去中间，说伫旧年学着数前的粗废片，确认是珍贵的文物，也即马县府已经停止工程，请考古团队进驻处理。花莲新城乡的北部村老街顶悬的旧户政事务所、消防队、派出所，因为建筑老旧爱电起，不过旧年工程才多开始，就学着真济数前文物，考古团队为14开始进驻。发掘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去挖到文物或破坏到文物，所以理论上应该要比较细致，但因为我们现在都还在扰乱层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的动作会比较大一点。出土文物包含2000多年前的花岗山文化展，加4000多年前的大分溪文化展。经过认真对研究所前花莲情群文化内涵、生活领域加刷鱼有重大意义，展开一年8部为止考古学掘计划。大粪坑它有个特色是，它早期会在口缘还有肩部会有很漂亮的壁画纹饰。花岗山的话，它的纹饰就消失了，它就变成一个素面陶。但是在陶器以外，花岗山有很大量的玉器。咱有大型的考古现场，都好好看二系甲花莲县考古博物馆合作，包含东华大学历史系、中国史系、台湾文化系学生拢来斗相共。因为其实历史系一般来说都是读一些文献材料，所以比较少第一手去接受，就是去接触到地底下的史料这样子。所以其实对于历史系的学生来说，这是一个蛮难得的经验。文化局强调，北部遗址目前差不多2000多平方公尺，爱抢修范围差不多700平方公尺，主要分2部分进行。希望今年8月应完成清理，各高幸福公所工程应该开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